哎呀，各位聽眾，我聲真係水嘅禮拜，聲到做刷刷呢，成個接鬼呢。這禮拜我真係濟人哦，做老專，因為馬仔是7月初一是鬼出來，7月初一唔是15個出來咩？嚇，各位聽眾，我等陣介紹咱嘉賓就先，我哋嘉賓呢是真正特別咯，各位世界人來㗎了，到底你到底安姑到到？啊，新加坡就。昂都，昂姑嗰是到底新加坡啦，檳城人本啊特別，你是檳城人是吉打是啊是？玻璃人，玻璃是有咩玻璃礁？到底玻璃市嘅人啦，或者昂姑是到玻璃市，特別當然到新加坡做工。有時我直接吉打鼓，頂到啦我聽過啊老椒咧叫做古靈尖是到底澳洲。人本嚟，你係咪人？雞樣人。你家樣啊？我當佢打出聲。沙拉瓦喲。家樣，冇啦，家樣啊。哦，家樣哦。家樣是。更加。哦，更加。iya. 更加是 Perlis 咩？對啦，更加 Perlis。這是最這是古靈尖嗬。阿寶，你古靈尖你是 Perlis 人，你講你嘅大鼓嚟。我本啊，佢打出聲。哦，嘅打出事，哦，你是報㗎啦，個嘅打個玻璃詞，然後個有即個當今到啲檳城嘅人，特別當今到啲咧點乜嘅掛啲嘅，攏在掛啲上面。冇咁清楚本啊。掛是啊，掛杜掛叫掛是阿毛叫咩？阿毛叫 liver 咯。有咪啲啊啲最啲咪是煲咯，咪呢度 Liverpool 嘅人咪叫做掛啲咯。對本啊，而家當重餅嘅。特別掛啲咧是名是叫做凍飲，唔是名做掛啲，因為做凍飲。一把未人各位，一把了。啊，就嚟一人講下，當一人是起手嘅，就係講紅菇，一把未。啊，食了。食咩？繼續啊，今晚食咩？見你啦，即見你啊！好啦，乜只就炒米粉，就炒米粉嚇。然後即炒米粉是經濟炒米粉啊。啊，經濟咯。哇！我嘅經濟炒米粉啊，自己炒咪啊。誒，你當經濟啊，特別到新加坡，你地灣啦，你地灣邊嚟嘅咯？邊往邊起來嘅啦？古靈之家當人邊嘅嚟。然後即係當面有咩？炸雞食咩？炸雞啊，炸雞。唔是炸雞嚟抌啊！奇怪啊，就係我食 biscuit 呢咯，食餅呢，冇類啊，安靜當派是吧？你是學生啊？你是學生啊？是做工？對咯，讀生啊，或者讀冊了啊？哦，讀冊掉啦，頂到哦，對啊，你是係咪啊？MB2 MB2 學生，MB2 學生啊，你是接落來度打兵嘅時間，方式個打兵。啊，冇啦，我 Form 1是 stucky 打兵嘅。哦，你頂到小學時有冇等？小學是。batu lantut. batu lantut ya. batu lantut tak tahu lah sampai kira. Masih wah bong cái邊哦，嚇，杜好啱咯，嘛就係鬼出來啊！誒，我每啷是唔是鬼？是唔是出來？是7月1號，7月1出來，是7月10個出。10個嘛，應該是冇出來講，yang ajak mooncake pun唔識啊。咩mooncake？俾佢10個嘅是啦，攞緊8日嘅咯。笑嘅啦，冇講笑嘅。就係凍飲啦，就係凍飲。你有時你啷知啊？就裝知，是7月1號，7月1出嚟，是咩紅菇應該知啊？紅菇。冇tapi哦，喺新加坡哦，你奇怪啊，樣就7月就失敗了喎。啊，那7月就一定是7月出誒，特別我講係今年啊。我教攏啊，教你尤其是教你到阿摩西人冇誒，今年咱有幾出來2月節啊，yang party啊，因為咱有June 7月，今年好2嚟7月啊。你可以問2月節 holiday 啊？2月節咯，30節出來睇到個爽爽，馬仔就出來咯，大 holiday 啊，馬仔summer holiday 啊。鬼啊出嚟㗎啦！60節啊，你咱講這鬼嘅故事，其實你都冇到驚，後生是不是叫做人較早啦？我正天個鬼個，當然天暗啊都冇驚，啊當叫我袂，但我講無聊個講到鬼物件，古靈精你食未？我食了。你食咩？
我食淡薄呢啦，食饼，食落地。你本食饼啦，經濟無好嚇。經濟太嘅，意思個零嘅。我確死啊！我冇食過啊。咁我去食啦。我冇time食，當我把幫工對嚟係食對嚟餅對嚟做。食路喵，食路喵。你問你讀啊？แล้ว等陣下佢哋當佢講呢句個時，別即係阿不可能嘅電話，佢再彈一隻安姑龜電話再搞彈，你知道？當佢講安姑龜講安姑嚕阿咪，你講你啊光頭故事講我聽者。哦，光頭故事哈。是我親情嘅故事啦，或者是真實嘅啦。我無親捌去看到嘅，即是聽我媽講啦。今天唔見。對哦。咁我是成講我3尖啦，嚇。3尖是咩嘢啦？尖是我直嘅波，直嘅波下尖。啊對，咱吊光頭嘅就是我係尖加我係鼓咯，我大鼓啊，我賣過啊。等我成講我3尖嘅故事先咯。我3尖咧，伊就是即做長工嘅嘛。係咪講？伊做金幫啊，做產啊嚇，做產。做產嘅對，咱過後伊有兜嘅時唔咧行到落啊。咧伊看到迄個沙龍啊，磨到破啲咧路邊入邊咧，伊看真水啊，咧咪吸你去情咯。哦，是咧我本唔知做咩水去吸你去情了，可能伊看真水啦，咧吸你去情啦，嗬，過後暗暝咯，伊就冇咩對片咧喎。哦。伊 start 個幾兩講嘅，你看啊，兩講話。兩講，我真講咩話？我冇咩清楚啊，時間聽嘛講，伊兩講啊，佢講話，你看咯，小其實冇咩對片嘅，你看你咯，冇正常嘅，你看啊。咧就講咯，你佢講伊是別人啦，嗰時係咪啦？咧定嘅頭去弄嗰啲別啊。喲。恁佢又就是我直就感覺伊無咩好勢了。伊暗暝嘅時候，目睭伊暗暝困嘅時候，伊目睭就是掉起去啊，白白啊，目睭真白白嘅。แล้ว佢又我直就今日冇對片嘛，恁計半班困咯，半班困咧佢又一禮拜呢，可能就去上地就吹回聲啊。我親戚就介紹伊講安尼款。佢可能是掉垃圾物件了，咁最後就講去吹我去上安尼看咯。我รู้จัก police กับว่าจะได้สำเตีย去上地個點正個合giải啊嘛，講下邊อันจะ對ไปขี่กับสำเตียเลย因為我因光頭較厲害嚇。正上人較濟啦，解光頭真好靚。解光頭是上地去上咯。夠power啦，聽講夠辣。professional。然佢後就是去包得夫。包得夫。然佢後就是，然佢一出來嘅時候，咱就是一做法嘅時候，我有啲啦，就是我個細個我話你拍做法啊。做法啊，念經啊，叮當啦。念花水啊，白熟啦，係咪啊？根本你亂嚟，佢寫細講嗰種。唔是做，我是即好搞下。no，即你好。念上經啊，都冇聽過啊，你上滑啊，種so call 你可能白燈嘅咯。係念你水啊，你夾你白熟白了伊咯，白了話錢咯。喲，你也教，你知未教？平時即係咩？伊是想講起呢，特到一直時無數了。阿明呢？到個6、7點呢，係實來了。伊講解伊定人解伊我直啦，伊硬啦我直。但我講伊八隻領啊，伊八隻領來啦伊個隻領咯，就是領嚟就來啊，無咩對片咧，佢被 control 嘢啊。แล้ว佢又就是講到對，就是你去小念經嘅時，就念你花水咯，就是夾你花放啲水入邊啊。你直家啊，你白色直家念經咧，曉伊咯，咧一 start 來咯，起燒咯，因為佢伊是按照香港你去小念經影響到伊啊，影響到你垃圾物件等伊就發作咯，等成個小人咧，可能又掠袂掉，又只隻大波去掠伊啊，包括我直啊，嗰啲掠掉伊掠袂掉伊等試說來咯，顯毒丁啊。你食玻璃，你看到㗎啦，啫。
啊，我看到嗰陣時我有啲。反正你導演去上地咁厲害。冇意思，去上地請對來，請對來。啊，請對來厝了，到厝那邊做咯。然後就是會想講啊，伊條嘅公頭真係深嘅咯。啊，伊是啊，講伊惡有可能惡未過5月日安尼嚇。講啊，因為咧你會時候都差唔多解了解咧，學過後就就是加垃圾物件講話啦，就是講啊，伊就發覺到嗬，佢哋其實佢哋做公頭嘅人哦，唔是愛做伊，而是愛做別人嘅。แล้วของเฮา都對在意水去橋你摸定嚟情啊，就錄掉伊咯。哦，攞邊？哦，即係伊公頭是到底摸啊位啦，咧伊是多水嘅嚟。是有時要做另外嘅金鳳頭嘅，就聽佢哋村長啊，所講叫佢哋村雕啊。村雕樣嘅嘛，咧有人被削伊嘛。啊，然後就是伊唔知點解伊看到水去橋定嚟情咯。然後佢時候就講就是講啊。到看到路邊物件，就好掹去橋咯。就是話只翻咧，佢後伊就是今年是惡無夠5月日咯。哦呀！一時是翻啊，就日咯，是更加食辣咯。喲！當晚白咧電水橋啊，啲咧厝外口咧，但咧電水橋邊白起，咧個人燒來咯。喲呀！對，個人燒來啊，嗬，都邊打咧死去咯，咧啲目睭啊。耳啊、嘴啊，因為鼻腔流血嘅了。喲，你看到，你冇看到那隻？啊，這死嘅時我冇看到。喲，驚死啦！我就奇怪咯，啲公頭。就落古嘅證嘅，你告訴。係啊，我4年級話㗎，就10幾年前我咯。哦。哇！10幾年前咯。驚人驚，聽到啊？理啊，真刺激嗬！喂，好。來好啊！好。啊！你我未都諗我諗不看過啲公頭嘅歌數啊，movie 啊，嗰時有咩啊，有公頭啦，咁樣揾咗翻嚟咧。頂當時講看，有啲是只條公頭咧是一成伊熬糖嘅แล้ว呢，熬出來糖嘅咧，可能我看過嘅咧，看戲看得唔係看過正啦。特別我冇看過這字，唔是正我冇聽人，即係家己人講，我唔係講出嚟啦，肯定家己人聽到是。鋪啊，但是伊這樣成個講到底得嚟魚啊，不是魚啊，是得嚟 Q 鐵釘上嚟啊，到底真鐵釘嘅，不多是得嚟唔知未記啊。這種有聽過，有啲是ตัว頭殼釘入邊 Q 出來有鐵釘嘅。我一每一隻有啲是假，有陣時我看過 documentary 樣做嘅是假啊，樣你跳出來人自己做嘅，自己出嘅。我唔知咧，我就魔術咧，就魔術咧。魔術你可能攞ตัว頭殼釘入面挑鐵釘出嚟咯。見你那邊鋪鐵釘。對。我朋友釣過。咖喱。我朋友釣過公頭本，我放5嘅時。這是古靈精啊！啊無，我人去伊拿球在下晡時，伊個6、7點嘅時，伊突然間伊跪到啊咧拿球掉我邊上啊！你變成是個裝起咯，咋？喲！你我人搞笑，伊是你做球啦，講做球啦，做球啦，因為你知伊拿球是咪插話講人面嘛？你一邊嗰時我嘛是笑伊咯，做球就久哦，一定係白去浪膠邊咋？你我感覺無對皮啊嘛，我朋友嘛是 Q 伊哦，伊有辣咋？那我朋友佢徛到伊定邊可壓掉伊嘛會走啦。你後尾去走去叫伊爸過來哦。你到尾伊行個只久成8點鐘，可能伊無力啊，伊停去咋。你伊成個去大力可能伊爸成個駕車載伊對去哦。你我無看到伊只久落過節，你看咋？你我朋友講伊嘛講咪伊精神衰弱係咪安尼啊？你到尾伊對落學堂時，對落學堂時候。他是我有佢哋calculator，成開掉成mobile phone 嗰啲嘛。你一直問我，你是你電話講下，你係講我講是是你電話，我其實拍我做小可能可以看啦。你到尾伊講伊係 call 伊爸咋，你就叫我哋 calculator 嚟拍家己講話咋，講成個我能夠不要聽物件。一路上去做小啊？嚇？你上去做小？我一直頭做可能我唔知伊是無對片規劃先過啊嘛。哦。你到尾伊個起笑，伊走去迄個，
一直頭走出班，可能一走去社會，甲人對咋，呢個平時甲做人病嘅驚人嘅。按照你實在是掉光頭咧，還是接龜還是咩？有個人講伊掉光頭，有個人講伊接龜咧。我聽我媽講是，伊古早伊搬去新嘅厝嘅時候，伊講看到有時甲做大伊嘅喺米漿板那邊，就攞隻咋。就拍死你時間做啊！伊就掉咗變時間做，阿妹變時間做很白本咯。係咯，一家一爸一媽一冇介紹啲嘅。哦，我冇幾層啊，冇。我層喎，我就是小英啊，希望你看到佢層起起跌跌啊。哦，佢當佢拎啫嘛。了之類咧啊，當面上地嘅名應該佢話借上會告訴我。上嘅歌數，特別咧嗬是講 about 真係借阿媽嘅歌數的，真係借啦。嚇講，特別嗰啲咪是爹爹喎。要緊，冇問題啦。你是講我阿媽是定規大啲一個阿揼厝啊，你知？嚇，咧意思是然後I think 冇錯嚟講是吉打邊嘅西咯。你唔是吉打鼓啊？我唔是吉打鼓，特別我阿媽用定規嘛大邊嘅，下陣嘅事啊，World War II嘅事。哦，世界第二世界大戰，大戰嘅日本嘅事啦，日本嘅日本嚇對。佢是伊啲邊大隻揼厝了，有人伊家人睡厝嘅嘛。對啊，伊係你 owner 啊，係 owner 啊，伊冇一個囝咯。咧伊囝是成縮縮地，肯定啦，成冇對皮。啊，都冇對皮。成冇對皮啊，肯定啦。然後當時拍陣嘛，拍咧，本身唔知死魚啦，本身是死魚啦。拍咩？拍陣嘛。哦。驚啊！嗬，唔知到成死魚啊，死魚啊！我阿媽下邊，我阿媽佢佢唔知嘛，我阿媽佢講啊唔知嘛條，都伊咪冇說咯。咧我自己是我阿媽啲個口邊啊，伊寫衫啦，即係啲個口伊寫衫，早起是七八早6點幾寫衫，了咧伊看到迄個囡仔啊，我迄個包租婆嘅囝啊，出租嘅囝哦，對嚟啦，你咪想講。唔要緊咯，做是炸白炸對啦，人家準備數唔知幾多。特別是死魚啦。啊，伊唔知死魚。哦。行過，特別我媽是講看鬼嘅時候，伊是看袂到邊嘅啦，看袂到開。哦。這是你媽看到啊？你媽看到啊？我媽看到嘅。哦。啊，伊甲我講 ，so after 伊唔要緊咯 ，because 伊袂嘛對，特間人去幾波人，人哋做咩對。啊。after that 是，買炸雞嘅時候，阿拉 Apple 試嘅時。誒梅係你包租婆叫咩？我見過。出租啊，係你出租。你講你家全部數七炸八炸，咱對內去個咯。然後你出租啊，點咯，賣廣播行。出租曬啦。喂，出租所在伊家己驚死，乜你唔知咧？對。我都知了。after that 是你嘅攞三支嘅事，我媽個就係講伊驚而啲攞曬隻整嘅事而啲死啊！我個一個物件我講啊，差唔多成日都可能啦。特別我冇咩記啊，所以我講物件實際上是我60%嚟啊。OK， 我覺得冇咩記，我只是我賣學生啊。你大漢嘅咧，伊做工嘅時特啲係你咩聽到咪做 Novotel 嘅啊，但係冇嘢啊。我哋 Novotel 咪多啲你上交咪隻物件咯，就邊樣？上交我特啲咧，Hillside 入邊嘅 Hillside 入邊嘅 hotel 啊，你到邊做工嘅啦。你到啲呢就只是呢就借拜到啲唔是自拜啊，借拜啊，借拜嗬，借拜搭摩托拜。哦，搭啦，搭摩托拜。嚟除咗個掣叫咩？呢時一直到啲到啲網站就幫下邊出嚟，呢時一落山下邊差唔多落山去嘅時，有人幫拗咋？人幫拗呢時伊山一頭 Q 到啲阿莫管嚟咋？呢時伊度刮了，伊阿莫管呢時就變變就冰咯，冰嘅時我唔知有車浪啊，只自己冰嚟，特別一掉架一頭破係嘛？
然後唔知 helmet crack 嘅時，一停 helmet 冇按嘅時咪咯，那時就頭破去，我係看到 news 噶嘛，因為就是我聽人講啊，即是我唔買學生本來我聽到就在講啊，意思係美國所以咧另外一個當數咧，就是到啲上一間學校做工嘅。伊講一個啊，伊差唔多，伊講即係伊就等你朋友嚟做工。按照無來，久無來嘛，差唔多睇 shift 差唔多上啊嘛。你等隻久無來時，伊度肯定是度接電話啫，拍電話到啲 office 接到啲電話啫。伊朋友拍開啫，講叫伊交代，伊講唔知係咪，我問阿叫係咪物件，係到底到嚟係，到嚟去改變，講嚟講下咧時，講按照你未來過，講下我未來過，冚去，一直說起咪是上個平時夾拍電話嚟交代呢咯。其實係是因為你浪車司嘅看電視嘅時候，因為你在較早嘅報道浪車司係是人差唔多較晚阿妹嘅時，係佢接到電話啦咋。你是上講是冇要嚟做緊晚拍電話嚟講交代物件看咯。所以後尾是個在發覺到，伊到啲伊學到頭整嘅嘛，就過一就冇落故就聽到講頭整個 accident 嘅時間就調嗰時朋友。伊幾教本學個仔講要唔制個，教啦，今日嚟除咗。唔係啦，買嚟嘢背你會。你好像就啲即 Skype 會跳出來啊！我當你正我到 restaurant 入邊做工嘅嗬。啊，你是住。冇靈智啦，咁我唔試下上嘅咩？冇上啦。上啊！係啊，啊？上。係啊，我是在你 restaurant 入邊做 bartender 嘅嘛。你咁會10點。你 restaurant 有大競賽要成日辦 A 賽嘅比賽啦，然後把是大中午嘅嘛，然後 A 賽是暗暝10點冚了，春比賽開呢，然後我還是無人拜一拜二暗暝就無人嘅嘛，然後我嗰邊4 hour 我可能一天打波接到 A 賽那邊咋，這是澳洲還是馬來西亞？澳洲同埋本攞你證書。阿毛做嘅有幾咩？有這麼無多。阿毛係幾個無你驚，當然幾個驚嗬。你看了我一次，你跳講了先啦。你看了我笑嘛？我看了哦，咪見到解笑咯 customer 嘛。然後我就奇怪講做咩 A 賽開掉嚇？引導，我佢係機變噶咯。你以前灰色 jacket 嚟咋？阿個就係20嘅30塊款嘅。然後咁我寫啱嘅部，伊叫來伊教我講伊係 raspberry。我就講你係 raspberry 你叫我寫 bill 先嘅嘛，你我叫佢去借，我講我叫佢跑喎，你講 OK 咯，伊借掉，你我跑了我過去時候無人喎，你我就走去比賽入邊會對講，大媽見穿灰色 jacket 人去咗，你講無啊，乜都有人多，穿灰色講，無論有攞或者攞到頂人嚟見知，你我看到攞到頂都無灰色人嘛，你我走去 A 賽邊看無咋。你我講死啊！一走學教啦，我後尾啉了 raspberry 咯，因為我叫我 manager 名嘛。然我自己啉咯，我啉個我多嘅時候，後 manager 看到咋。我個未記驚你表對來咋，因為我放表唔使驚追嘛。你一看到你表講，做咩你跑 raspberry 佢咪學人？我講係人走學教，我佢講下時，你罵我，你個尾時，伊罵我時，我咪起行我走去阿妹咯，我成日是小波啊，我入去阿妹啦。然後你小波阿啲問我，係咪少咗個條命啊？我講是啊，我講是我幾歲時就係人做學教咪咪。咁佢講，我講阿達你看到要你咪跑學伊，我講做咩呢？伊講你咪跑掉啦。我講做咩呢？做咩咪跑伊？但係嚟借啷無怪伊咩？講冇啦，伊有時嚟借走啊。講係咪是借走了？伊講你看到無清氣物件咪驚啦。我冇咁。上人嘅喎，你上個人啊？你講上人，伊教我笑，佢教我講話。個人鬥啊，嗬，人鬥本啊。特別看到安尼是個本嚟驚本啊，尾笑到本是驚本啊，冇佢嘗試講。我尾驚到對厝是唔攞驚嘅。你都冇學過啦 ，ever since 你看過一擺都冇學過啦。一擺呢咯嚇，一擺冇學過咯。你喺度邊做嘅半年就冇做邊啊嘛。一啲哦。是啊，驚啊！我驚死我講到樓卡，等我看個幾點，拍得落海朋友過嚟。嗱，見個半點正本是不斷嚟啊！我驚。你喵呢？我喵到個口，我養起來特別查亂嘅時候，我就放到個口嘅。我咪講啊，關係嘅喵啊，明明叫我睇咯。誒，講啊，我有咧。嚇，講。
啊，我講到咁喵嘅啊，咪講啦，咪講喵啦。OK，咁睇下講啱朗嘅歌數啊。係咪朗？應該啲冇古靈之應該係制個布里簽少啊，個格蘭咯，啱朗咯。哦，只出名。啱坑啱坑啲啊，然後入邊我不有幾個數嘅啊，只詞基本。即係你自己人嘅，你自己人嘅咩？哦，唔是自己人啊，你我唔捌誒，只古嘅歌數咧，我是聽我係。我大下邊人我可能冇聽過啊。啊，大下邊嘅人有可能知咯。只古嘅歌數，因為啲啱坑我古早時入嚟，咁樣。你是紅菇啊？紅菇講我啊。你唔係咁好呢？啊，安怎講？你唔係咁好。哦，就咩嗰邊？哦，是。OK，美國買你好，係啦。講嘅句啊，不，你古早你啱坑我就是叫嚟人入嚟班嗰啲寫啊。咩事啊？哦，下邊隻點啊？掉寫掉。點啊？嚇掉。然後邊我就是有啲我自己不記咯，就是嗰啲即係劇人大嘅金崩嘅啊。我是劇人啊，劇人村啊。我客家人。客家人咯，似家人咯。似家人啊。眼票講，眼票講下。秒講。等我是聽下邊人講啊，邊人講伊是大月節15啊咩啊，月鳥演嘅時啊，主要咪起咯，主起嘅時候，等佢你山坑我暗暝啊個10點幾就一點你看我有嗰啲聲走出來啊，成個有人啲唱歌啊種嘅啊，唱啲老查某啊啲新歌啊種嘅唱種嗰啲劇人歌啊。邊個人？真係我聽過，鬼好，你好，你劇人歌掉啦，我唔知唱咩就搞啦。等佢就是一名就是大兜15一名就聽到啲聲啊。等佢就是我就去 find out 我去問我朋友我同學咯。伊就甲我講下邊古早，伊本是聽伊媽講嘅古早下邊。用啲板寫嘅點聲哦，我上行不立過啊，只死就一人呀。等佢後就是一啲上坑就是冚一站咯，只股嘅代志咯啦啫。等佢後就是一啲上坑，上坑佢後就是和政府委出來咯，佢發展佢咯，等佢後就是 start 有這種古怪嘅歌數咯。等有到嘅時候就是本是月鳥演嘅15個名啦，等有一段番啊，樣度唔知這 story 嘛，因為這是人同人知呢。等樣度偷名，樣度暗名入去咯，一段嘅人啊，一段番啊驚咯，等入去，等佢又樣入個山一半時我是聽人講啊，樣入個山坑嘅那邊中午那邊時哦。就聽到啲聲啊！等樣度冇樣度也奇怪咯，等感覺啲佢又好有牽環啊驚，樣度看到我哋樣橋啊，你上啱坑嗰邊啊，唔是有一個吊橋咯，一橋嗰邊啊，一卡咪是鋼了咯，一鋼水嗰邊哦，你看到有一個劇人查某，有一個老查某，劇人查某演出環啊仔，劇人查某，黑㗎。伊唔知是可能一隻老查某啊，一隻老查某在你橋底嗰邊過轉過啊，你看到啊，你邊過轉邊唱歌啊，你佢有個邊邊過來唱，咁唱啊，死咯！因看到你是冇咩清楚嘅人嘅，成日一 shadow 一影你看你啊，或者人咁講冇對皮，因為只領嘛，咁嘅冇咁長嘅了，走出去咯，成小人嘅看咯，很多喺邊講咯。走到邊個？而家你阿直就看到一邊車就知講人去拄到垃圾物件，就咁講咯。到阿妹就是地好猛接啦，你看咯。阿妹夠唱的啦。聽講是阿妹嘅有咯，或夠攤啊，夠足股唔知個有啦啫。我跟你唱卡拉 OK。一時見啦，呢個邊個嚟啦？但係我特別介紹者啊，當今當晚我嚟參山湖嘛，你嚟參人嘅。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能講一站起咯，山湖我攞20幾分鐘起咯。你佢未聽下，還是你有開啊？但係按照我確保你冇按呢？我按了嗎？
是成日特晚你可能紅姑特晚咪是看無安，你咪是日日拍伊一個湯，特別 anyway， 即係你講了，特晚都聽到啦嚇，特晚日日會攣嘅，即雙虎就夠潮嘅嘛。我聽我看伊講，嗱講嘅是伊講日日攣就唔夠潮，我講都蠻出聲。好啦，叫我賣出聲，點唔加潮，攣一面就。你同佢特別即係雙虎啊，咱特晚咱今日南冇講到，同佢講叫雙虎，講伊嘅阿咪講頭是鬼個屬於隻字嘛。你嘢要嚇，你講咩？你係咩嘅？我見咩事？馬仔是7月7日呐，哈對，你哋都知7月7日，然後鬼出來是7月7日出，還是7月15個出？7月7日就出來。哦，7月7日出來15個是做咩啊？15個是 big ceremony。哦。夾滿機嘅 concert 呢啦，15個是破檔對啊，種。你自己咧其實嘅對係3集嘅時嘅對啊，3集咯。哦 ，Visa expired。Visa expired 啦。對，所以 Visa 搞了就對啊。特別今年嗬，樣特別咯，今年 Visa 出是60節嘅。是咩咯？出晒嚟。因為是咩嘛？7月就7月嘛，今年。每輪7月嗬，第二日輪嘅7月冇算嘅。我冇算嘢啊！哎，死講唔掉啊！死掟掉。等人佢全部敗啊啦，等人。輪7月等人佢全部敗。哦。為人有敗啦，但是輪7月伊無算是正7月咯，唔是講關門開咯。哦，你係做啊？你有出冇出啊？冇出啦。冇出，Visa 30節了。我講你啊 ，I think 啊，見到這事啊，變咗學見啦，咪歷史啦，咪對濟人嘅，你說啊，到底幾人？咱個雙虎啦，介紹隻雙虎把你過來咧，紅龜龜咯，講紅龜龜講 hello，hello 紅龜，嗱，雙虎，哦，雙虎啊，你試過有古靈精 ，hello 雙虎，個當面 ，hello 雙虎，哇，梗係這邊啊，當面啦，當面古靈精咯，話咯個雙虎加紅龜龜。較濟趁節啊！我一隻地，較濟趁節，誒，較濟嗰粒拜是有嘅啊！拜我嗰粒拜咩嘅？拜咪咕咯，拜話咯，唔係一個隻咩嘅？我咪拜磨河，拜磨河。哦，拜磨河，磨河是學鬼節啊嘛？阿咪，啷知磨河是咩喲？唔知，知知。啊，紅龜知，紅龜知咧是阿雙虎應該知嗎？有可能叫名冇聲，伊是隻大，伊隻大啦，伊隻隻食，伊是白食，伊是頂苗插佢嗱，可能食嘅，你是伊隻大，就擺擺，是隻是被驚死嘅，可能啊，伊特別啉水嘅嘅吞嘅，是唔是阿姑？種誒，呢個種嘅是嗰種brown colour 食嘅啊，chocolate 食嗰種嘅，馬來糕啊，疼咗啊，本是，哦對，因為是 brown colour 嘅啊，哈對。本時叫磨河啊，你叫磨河，係你白嘅蛋啊！我特別食，因為你就講是紅狗嘅嘛，你是養拜鬼嘅時候，養做破道嘅時，有人買隻嘛，笨蛋嘛。แล้ว我就食咯，我氹食，知道？養個嘢，但係養個嘢真正多隻咪菇啊！一定明寫啊，每個隻寫字啊！你一把蕉是攞嚟學豆可能啊？哦，有卡啊，真正學鬼嘅。攰嘢，一就是介紹隻咪菇，實病咯，這邊咪菇，實變咗咪菇嘅。你有時嚇，你講等日講鬼嘅故事啦，即係傻虎講下你有咩經驗？傻虎講鬼嘅故事啊？唔是鬼啊，你成經驗成講頭啊，什麼？你是做啱嘅，應該是到底有啱冇到下，即係應該是有看到淡薄嘅。我係暗常有看到嘅啦，成間人冇好事啊，哈，掉垃圾。你攞去甲人鬥念經啊？有當時養些物件，然後掉垃圾嘅人哦，養紅公經唔敢接嘅就。哦，係養條鼻蛋就大隻嚇。伊大個口大亂講，你講係咪鬼啊？係咪咁講啊？一條不拉真佢，搞條不拉真，搞條不拉真。
你有當時查甫嘅來到，伊講是查甫嘅聲嘅。喲，sorry，太夠 good 啦 good 啊 good 咯。我收完翻又講條，我本身咩辦嘅，我 computer 收完翻冇㗎了去啊！咦，講到鬼唔知是唔是鬼做嘅，但係真係，呀，喂，佢哋冇㗎啦，我 GarageBand 你收完翻佢都冇去喎。有啊，我聽到阿妹有聲啊，你阿妹有聲。你問臭字白啊，好啊，定到咪時考啊，你。yang baru kui computer class pun lah. 有啊，後面咪是笑嗬 MacBook 個 MacBook Pro 笑。handphone 啊 ，Oppo 啊，Chia Mercedes 啊，iPod 有。iPod SF 啊。首先，這個貴嘅物件哦，是大咱嘅周圍嗰啲有嘅咯。嚇，是咯，而家定定講嚟。咱看無咧，咱看無咧，第四本有啲嘅咯。有時講當時是有一種有幾若個較自銷嘅啊。佢叫隻把辣椒。運價啦，運價。唔是人運嘅，是佢哋鬼嘅運管。自銷。哦，鬼嘅自銷唔多，你睇嚟做亂人嘅。啊，冇第四本啲嘅。有當時樣是，有當時樣有物件要講嘅，樣要 try。啊，我想我人講經我，我當時敗啦嚇，我內面叫人看會到嘅咯。啊，一看會到嗰啲物件來，我敗時啊物件就下落去啊，伊會看到當時十幾個人，十幾個咧做一來咯，喺嚟搶食啊。伊我是烘焙哦。伊唔會用 Skype 啊，伊唔會。伊人真係冇物件食咩係啲？應該唔會，所以啊，種同時人出來做亂人啊，因為咱擺唔夠啊，人往上先生啊擺唔夠，冇食嘛，出來 protest，所以出來過來做亂人咯。咱會使成日大隻人食物件，咱袂使擺互人嘅，咱係要家己食。較濟是你擺了，你愛食你家會使食，喺醫生食，你食過了你互伊就買啊。哦，有新歌咯，個經濟啊，是啦，你食過我人係，人食掉，哎呦，這個鈔票啊，媽仔很之後都看到伊啊。特別人講幾隻是一粒嘅嘛，嗬，冇錯，對啊。啊咩一粒？唔是啦，唔是一粒啦，伊最上個伊物件上個瘦伊嘅肌就見嚟。哦，就是講伊熟了，人食嘛是冇維他命啊。啊，對啊。啊，這屬於我注意我呢，未講白米菇。有啊，你當時你擺啊，你係較香嘅啊，伊個數嘅你幾粒簽啊，較時間啊，無味素啊。我拉晒啊。哦。美怪冇可能打，冇可能打這個。美怪。你冇可能打這個，七個真正數啦。講聽有一幫嘅事啊，有一幫嘅事，我七個我就知我都無咪，我係處我無咪去注意，佢唔是講無相信，我有淡薄相信，本來無我就無驚咯。我是七個嘅時有一幫時，我嚟過去我朋友處佚佗咋，然後我係嘛，頂到時有講，我細漢時有講人講，哎呀無事就忙出門，然後你就七個嘅時啊。再各位聽講媽咩無事就忙出門啊，咱花車過去地老師問看咧後尾驚，我頂到就驚。我看花車是貴州地老師看咧後尾驚，我梗係看到人呢，唔是人啊，看到鬼。啊！我驚到一擺啊！我等我係落啲位把蝦，啲轉了，嚇死我了！嚇死我！哎呦！等陣我聽到，我就攞佢講就聲。會啊！你打閒啊！別走啊！哇！師傅按怎物你看到鬼款呢？你運氣嘅時間看到鬼咯。假是講家講，啊！當時鬼會做亂人，有當時是人做亂異性嘅，咱唔知，做交亂咱唔知嘛，所以伊做亂嗰度對。成個安怎來打掉伊唔知？無，成個有當時家講一間厝啦，然後一間厝當時是伊大隻久咧咯，然後你一個人紅煙入來，你無請伊無排伊無啥物哦，你一個紅煙入來，伊就做亂你咯。對，伊成個講這是伊大嘅所在，啊無 respect，所以呢，真濟往相信就講你喺入厝哦，你就喺拜蛇頭，往叫蛇頭咯。
你只甲伊讲，这间厝当然是我爱接来大了，麻烦你请你走，请伊走，所以就阿汉甲会变。是有咧请伊叫做呀，你大你诶，我大我诶，你买来互我看都刷刷去呢有。哦有，其实我捌听过一个大上柜大年迄位啦，伊一间厝古巴一人大了未好势走诶咯，然后我一个朋友去买咯，房机嘛，房机甲真惊人咯，咱就买。脑波买到去，个脑波，买妈咪，买妈咪都无够，差不多成半价咯，嘛快着。总是到房机嘛买到去大诶时，房间暗暝就听人做乱有声，一个查某鬼诶咯。哟，然后做人甲了未当到，但是出去。人家做乱话，出声讲话咧吓。阿妹乱咯，等電視機放煙開，都去冚，等個開冚，開等開冚安咯，你都做數數嘅出邊，disco，係咯變 disco 咯，所以你叫俾人家講你厝人家講伊厝垃圾麼？咁啊隨去阿妹就去12:9去隨個查某鬼傾訴咯，哇，傾訴啦，你叫查某鬼就是講伊大兄一隻久了。伊無要求阿咪，伊敢若要求一間房間互伊，後尾一間房間互伊大。了，你叫人嘛講，按來講會使攞條件講，互你大，但是你莫做亂話咯。了，伊查某鬼講下會使。你門鎖掉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後尾一間下條，互伊佢大啦，樣做隻美事啦嚇。美事樣頭先到頭前看電視機遐物啊，伊就聽到後尾個門開啊咯，空。乜咧多？伊後尾是我針板嘛，嚇，伊去針板啦，針板嘅聲，浸水嘅聲，嗰啲樣。哇！乜那加大唔加大咯？但是嗰手機吼，伊只人查某鬼就無做樣啊，順，伊做物件個順，做生理本好勢嘅。哦，伊特別只有聽到伊大尾那健康啊。嚇，特別聽到。而且我一個朋友嘅厝本身定到啲大媽唔鬧我啲，有時樣睡一間厝嚇，伊一間查某囡仔個，差唔多12-13歲，你看穿2-3塊啊，特擺到啲伊kitchen裏行來行去啊。呢三捌聽過啊。定到我講過啦，定到是講幾個數字我講過啊。呢個大媽講無了個，大媽我即拍電話來是嚇死我啊！你真係喂電話係到 vibrate 咧，係到我 pocket 裏面咋？我講一半時轉隻下電話，然後我講我試過嘅時，我問黃小講係咪有鬼？唔是有鬼，伊是講試過無數都買出門咯。因為對過去除喂 neighbor 喂隔壁嘅鐵頭啊，嗰時我記鐵頭一半時，我話殺掉成個，我未 control 我嘅機器咧就，我成個喂。我成個我頭哦，成個離我成酷氣，跟住成個我未 control 呢。咁我再講，淡薄冇咩好事，成個被冰山咧，跟住特別個被冰山，講冇冰山，我似成個講話是成個我講咧時，我卡個扮而家聽到我嘅件聲咧，你知啊？垃圾成個垃圾咱講鬼咧，是垃圾成個靈魂被離開，然後你尷尬啦，啫。你我袂啊！我講我袂對啊！我硬成個行，我行時腳步成個較慢些呢，你知哦？你成日你行一步咧，是伊腳步較慢啊，迄對咧行。你成個行咧慢慢對去厝啊！我說我驚，我去車行就成個唔知是唔是鬼咯？我個唔知是物件我通解釋下。傻好仔，佢冇教過你個。จะเป็นอันโดก่อนแล้วฉันพอละก็你咪死！日本人當阿個啦，咪是東槍去。好似啊，轉到嘢啦，有背，係咪背？你都日本人都講了，個參國家個啦，唔是背啊。哦，係啦，十三去。咪咕變你呢個去。你嗱講講。這邊講就自快啊，就一人知啊，你啦講數。了沙虎路係咪 advice 你講好啦，就切過是會買做係咪物件是？愛做係咪物件？愛做係咪物件是買做咩啊？是講啦，有人若是講 Christian 咧，你講講鬼，但是人無相信嘅嘛。鬼咪是有 Christian 咪是相信鬼，是講人無拜無相。是咯，所以無拜。
啊，你家講白樣，我冇白啊嘛。特別那是你是白人講嘅咧，那是你是白人講就變咗做嘅。白人講人七歲時想人拜時，買落人講話咯，尤其是大樹爺位啊。是，拜七個拜，咱7個細細做節目喎。啊，未7個，你使請人來本啊，應該是啊。馬仔就是啊喎，問請人嚟啦，請人去下邊就好啊，去當面嘅位，咁去當面嘅位，你是請人佢嚟去當面嘅位。我正 holiday 嘅時候，會使留咗排排來本啊。holiday。你安怎係咪落人講啥意思？大樹爺，我覺得大樹爺是一個請人一聲嘅金線啊嘛，叫金線大聲嘅，可以有一個潮可以做。一邊只驚。嚇，然後只隻攏去到就買落人機講，哎呦，伊頭安怎咩？喲，你做咩事？我扮咪咕去到時，你聽到我細漢嘅時呢？哎呦，對，我聽到是時呢？只水嘛，只大線嘛，只大線嚇。買落人講。啊，師傅啊，嚇。啊！一人叫雙虎，一人叫阿陣。但你講話時候上個有回應，可能你講話咗。好咯。有影咩？當今still有啊？啊，我這邊冇聽到。哦，我唔知咩事 ，because I think 咱就一人嘅時候，特別唔要緊啊，要緊是我落嘅時候冇回應對啊。哦，OK。有拉三物件，你咪吹一歲啦，你真衰啊！即係古靈知，你仔特麼叫佢做節目時，仔就見做是俾嚇我嚟。broadband 啊 broadband。係啦 ，broadband 我成日背啊 ，broadband 咩字未過嘅，我咪孤興。我是講過記得入邊話三物件嘛。啊，你嚟講學這傻虎，講了就傻啦。嚇，講咩？講了唔知啊？哦，你咪落人見啦，你老母講咩？是咪去小水啊？咪冇咩？咪挖水。有人是講你驚講家己運都唔知嘛，所以咪買去咯。買去海邊啊！你看到厝，到啲厝食物件，食咪菇條食毛河條驚死。好啦，咪是誒。係啦，講佢嘛，呢邊你講啦嗬，有件事會係咪啦嗬？特別嘅尊敬人啊，尊敬冇插人啊，是基本好啦，可能是上來就掉。哦，我講，嚇，住講，嚟都是古靈知。我。擼是這呀？那個兩咪是我咪是我，擼咪是擼。其實我當你阿 Gary 入邊做工時候，阿 Gary 叫做咩？幫導話誒，啊導，電能導話誒，藝術館，藝術館，藝術館，佢叫做教員，那個叫即 boss 就三個家啦，係只雜噃。伊有一條囝4歲，甲是5歲嘛。咱伊大間厝也一年本嚟咋。咱有一道是伊囝甲伊講伊有朋友會過來哩。咱伊講是 neighbor 嘅 kids 咋，伊個甲伊講伊名 Henry 是佢叫囡仔。咱伊嘛講 OK 咯。咱伊嘛去做工，伊有 babysitter 咋。咱伊嘛幫工對來是。個囝。咱伊嘛幫工對來是伊甲伊嘛講話伊甲 Henry 哩，然後哩下咪哩。你 OK 咯，你嘛冇咪插伊咯。你有一道時，伊個解嘛講，伊個解嘛講，伊朋友會過來哩咋，伊嘛講 OK 咯，你伊嘛去張 A 咋。咱伊張 A 是大哩巴達入邊困掉，你看你嘛。咱伊有一個啥叫咩curtain啊？係咧咱摘掉一半呐。咱這裡不要講實情。咱伊人無看門嘛張 A。伊看到伊。嚇！你看到伊家走過咋？我打給他聊上面。安尼亂，安姑，所以要出去。OK 啦，可以啊，好的。好啊。我看埋 mute 伊哦。不要。誒，你就去講。伊就看到有攞叫囡仔走過啦，伊張 A 嘛，伊朋友。我講到啊！你講伊係追工嘅喂，你困掉是無看門嘅，特別有你一啲波咧炸掉。嚇！你看到囡仔走過攞叫囡仔噻，伊就說是伊嘅囝甲伊嘅囝朋友來哩，伊無看過嘅囡仔嘛。到尾伊嘛是去看門咯，因為伊看門伊將伊了出去時候，伊看到伊囝大咧，眼鏡內邊一人講話咋。咱對調咧伊坐大伊家坐
Sorry，對起只頭髮我成個咪 mute 係自己硬固啊，就實個人嚇嘅 sorry。你佢講未 continue 佢講就，你見他走了，自己佢哋驚嘅佢講話。伊啦，伊講伊了，伊出去時佢哋驚嘅佢講話。是啦，但伊家是咖喱垃圾，伊家印下菇啦。伊只自己那誒呢，自己那。係啊，見啦換嘅啊。是啊。但伊看到乜嘢？但伊看到伊問伊家，ลูกค้า就是講話，但伊家講，你 Henry 係咪？但伊家變佢其實個，Henry 呢？伊家看無佢本就。哦。但個尾伊出伊家去話咩？去 church 入邊可能唔知叫咩 priest 係咪計講。點經哦，如果saya punya mokun sudah chang， mokun chang mokun 啊 mokun， 毛本長，mokun長，mokun毛呀，冇乜綠頭毛咩？啊 mokun毛，嚇有啊，後尾入邊個毛，後尾有毛咩？有啊，老啊，人老成咁啊，佢你夾隻毛嘅咧。冇得啊！你好啊，嗱我驚，特別嗬，咱今年咱個咧7月，咱今年有特別冇啦，咱那是咱攞嚟7月嘛，7月準嘛，咱係講下幾句告訴，咱是讓各位聽眾就可以較幾句告訴，當個有人講唔了個，佢自己講唔了個。真係阿妹困呢時候。你話我未錄呢，成個都人阿妹困呢時，都人有聽到聲，成個咩啊？你咪夾膨脹，嗰時掃時，咪是有 cracking 嘅聲咩？哦，咩係你 heater 啊 ？heater 嗰時係咪半好啦？成個都當馬來西亞嗰時個半好，阿妹困呢時，咪是有聽到聲咩？就咪夾。冇，我出隻點嘅。都出點嘅。只點嘅回音啊，人講。你問嗌你咪死人面。真嘅，要點就冇好嘅就。我扮 music 啊，扮 music。有時候聽 music 嘅。咱都未使撈自己嘅咱。我都記得唱聲，嗰個嘅呢個咱。我看你個跳劇話。John 啊，想嘅，差唔多你看嘅咯。係咯，我朋友到啲美國嗰邊聽到香港。啊，真是鬼嘅。我笑聲就鬼呢嘛。我朋友同我講啦，我笑聲嚇就我鬼門走啊。但係鬼個啊！我成日聽到鬼門走。唔是鬼，阿你嗰度播攝咩？係啦，冇啦，佢講下播攝嘅，任何係嘛？任何講安怎笑多聲，你係嘛？啊，John 都食古本你看笑啊，John 是咩？嗯，興奮啊！啊，依啊開門啊嘛，切鬼開門啊興奮。那馬仔就彈起話起一把啲咯，馬仔彈只毛殼啊！伊兩個咧讀 immigration 邊做 visa 同見。係呢，執掉。排隊了。嗱，淡薄愛坐飛機，對。坐飛機啊嘛，坐飛機。坐 MAS 啊，坐飛機哦，很屌搞啊。咩坐 lift？ 哦，到底坐起來哦。啊，你嘅執沙陣啊，咁啊，執啤陣咯。執啤陣。啊，執啤陣。我到底執膠陣。哇，十九站最低晒嘅咗，路會低路向嘅喎，香港。係啦，冇揾我喺朝鮮人嘅人。no wonder 啦。我講緊叫嚟吹，喲！但是各位聽眾哈，那是有個係咪把你幾個事俾嚟參加，我人誒邊領學見講嗰啲，不知道期望嘅 forum 叫倫敦咧，有講叫倫敦嘅嚇，倫敦鋪。John 都美國冇幾個數咩 John？冇喎，真冇咩幾個數喎。我嗱曬正嘅幾冇咩驚，我嚟正美國嗰時。確定是 welfare 太好，而嚟咪嚟出隻。對。哦，係啦。特別看啦，看你，我唔知啊，忙地好忙啊。上課有咩鬼？冇咩聽到鬼個數喺邊，佢就是看戲咧。你看鬼等人嘅鬼，成日笑到就啲即個邊領嘅，我較驚水滴落邊啊，我驚哦。水滴嘟啊！
啊，最跌，不要緊啊，最跌落冇人啊，不要緊嘅嚇，最跌落使啊，最跌落打 accident 嘅咯，明。到一條路嘛，就 accident。邊家回鄉人過嚟阿妹。係啦，是咧按來按去數。啊，對啊，你阿妹是有，但是無會啦，邊。有一班我就是只驚啊，特別我講我是個半段，你就要按大路啊，個半段會啊，你硬硬按這個最跌落啦，你個嚟驚啊，硬硬立腰撞啊，是我嘛講 accident 啊，就是無我嘛講都是問嘅啦，驚都唔通滑啦，個硬硬滑，你唔敢看後尾驚，個叫腰就叫到立咧個。你無 stop 邊嚟咧，成先。我冇個假，我問得假，我是特別啲驚嘅時候面，我滑流又車，我驚我滑一半係時候車歹去，我死。你成日覺得驚阿摩斯桑呢？佢搞到少啲啦，佢邊個 AM 嘛？邊 stand by？做咩變靚嘅最貴呢？呢嚇？係咯，係咪貴冇？我只是幾冇貴，是講特別變靚嘅，我定到時到後邊大漢咧，先聽到告訴佢哋嘛。做咩？伊貴個唔係落去嘅啊，就是起去。伊貴個坐喺海邊啊，人講海邊就只貴嘅，只貴啊。有影，住嚟，住驚得嘛？我驚啊！你是住？伊是我，我是你，是你。哎呀，夠啊咯！是我差唔多要1點鐘嘅人講，冇係解了嘛！哇！你見嚟佢本集只聽咋？佢冇啦，把這個來落過，那是把人個貴個數人個接來啊！琴日寫 email 好啊，還是叫我網頁，邊啲學幾.com？哎呀，你就是聽直播都是要去啦。那是叫我 forum 啊 ，forum 度邊啲學幾.com，還是俾 email 好啊 ，online@gmail.com 啊，那是盧貝有影嚟講，後你哈個我新嘅賣青果啊，來使去撈是你啊撈話嘛，佢邊講這樣真係無人撈紅菇吧，你個撈呢，咁啊嘛聽到哈放學人聽隻紅菇撈好啊誒。即係放一季就好啦嚇，放一季啦，要聽較濟，要聽較。大家好，我是紅菇龜，真歡喜嘅，使大隻頭 leave 一個 message 俾人。啊，若是要聽個了，我當然聽啊；若是要聽個了，就要過去往邊咧學緊.com 去撈來撈話啦。佢只濟人 actually 就專門講觀光啊，沙湖嘛是有，嗱得放沙湖嘅淡薄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湖。嗌埋一個觀光好聽啊！觀光九月發仔，你講九月發仔，聽啊！咱聽到，咱聽點，咱幫九月發仔佢知道。九月發仔，隻公頭啊你。Hello， 觀光，一幫博較好食。之前是老爸什麼？老爸是老爸什麼？我唔知。老爸係。叫阿爸，老爸係老爸。哦，老阿爸啦。啊。哦，這是我定是？哇，咱這老。唔知咩名老爸，你不介紹你個見面後面。這是我定這是。那是你話，那是聽咧是有鬼告訴曬橋邊講我咧，是頭正版本咯嗬。特別聽落內換證呀啦，聽落內換證呀。係講內換證。講地地就好啊咯。講地地啦，不知係是好聽嚟，咁我個請你起來玩直接播啦，請你起來直接播咪使近網嘅咯，請你起來。John起來。乖夾 B 啊，夾 B 啊。嚟了，妹妹啊，古網開了。古網哈，我跟古網聽到你講古網。妹了，開啊我。古網嘅古網聽到了，等我聽下篤嘅咧，等我頭吹喎。吹冇掉喎，我記話咧借機吹冇掉。唔見啊，等陣都聽到了。你問你衰啊？做咩係古嘅呢？嘣！做咩啦？驚係你 mascot 是古唔是狗嘅是喵呢？喵王昂。古格嘛，古格。見你有新嘅 mascot 呢？古喵昂。咪古昂啊！咪古昂。見咩？見咪古。John 魔昂。魔準。魔準。魔準。
哎呀，舊啊，一陣正啊，人聽緊而一別啊！我講嘅無事啊，誒，今時啊，人各位等一個介紹者，今時啊咧，紅菇龜頭一擺嚟參加咧，咱一個是布魯，不是布魯，叫咩？初魯，布魯，處女個叫咩啊 ？Virgin 啊 ，Virgin， 初魯，初魯。不要講錯咯，你個錯啊！意思咧錯咯嘛，你變得學鏡頭一擺落去咪是表咧錯咯咯，我唔知不要講。你一個就是凍飲咪是錯咯，呢個凍飲是咧錯咯，唔錯咯是 Virgin 啊。哦 Virgin 啊，哦，冇啦，我是冇清楚本嚟。冇頭一擺嚟嘛，是錯咯。啊，不過唔是錯咯，你是打波啦。你是打波是初男啊！你想奇怪啊？錯誤。錯咁掉初男，紅菇龜唔是初男，初男，覺得初男特別係你是老椒唔是初男，一隻羅坑傻虎加古靈字。你啷地兜下啊？再講 goodbye 嘛？老爸邊度？咩 goodbye？我諗白白祝福下你拖 visa 咁樣騰啦。拖 visa 騰啦，起來只較隻毛殼，隻咪菇，แล้ว冇表人平安嘛嚟隨我就好了。咁好啦，邊個是 the best player？我直接看你個擺隻 iPod 喺度都有嚇，你諗唔通 contact 佢嘛？唔通你係我看到拍電話，特麼見阿姐拍電話嚟，問拍電話係我嚇。愛起來愛吹人去吹古靈芝加隻凍飲，有水。你見啊，等陣看住嘟掉啦嚇。是當個佢嘟掉嘅告訴下，家己我哋變咗見朋友，去鬧我啦，到底係邊急 message 啊邊嘅？John 你識講叫佢去鬧4年 number 學路嘅嘛？我個冇人拜講嚇。有萬字通通。那是你起來嘅事哈，馬仔你起來嘅事，那是你要去撈啊。number 夠了。去急什麼？set 入邊撈隻 number 好啊，我就在邊。別使啊，別嘅是掉嘅是，肯定係咩好傻乎呵。你學你都咪擺，掉都擺就好啦嘛。都擺得出嚟累，出嚟累嘅做 many gathering 嘛。要賣咯，我咁樣賣，我咁樣撲街。你 many gathering 時都請人嚟啦。我賣。是咱gathering 去白雲山，請人做嘉賓，去白雲山做gathering，冇 VIP 先，冇人啊來啊，驚死人啊！哎呦，搞啊，咱點規整啊，點事啊，搞啊搞，這裡下 visa 談啊，那個要做咩？我啦，白刀個講啦，唔特別講咩話題啊。一今時啊，啷笑天啦，今時啊，你當夾邊啊，紅菇龜、古靈芝、凍飲加蒜糊，I think 紅菇龜有啲走起啊。今時啊，把啲哎呀，喜歡 music 得啦，當我叫做 music 嘅，睇緊動槍棒。OK，今時各位聽眾，有事，拜拜。